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2年前，韩国有一块歌唱到台湾来，歌词好唱嘛好记，因为听起来亲像是阿嬷跪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跪，读课话跪第3条。跪就是放的意思，像咱讲跪卡，就是甲卡放伫物件顶面。这个鼻音读做架，同款是第3条。架就是放物件的底座，咱讲是架啊，像讲有菜架啊、册架啊。另外，还有翕相摄影、快摄影机、翕相机的架啊，或做卡架。拜神明的桌顶，或做红架桌，有人讲是神桌。另外，会当当物件、放物件、长形结构的物品嘛，或做架。像讲起厝就爱搭厝架。即马咱有人讲是英架，有人讲外架。这个文音读做架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就读做跪卡，咱头前讲到意思就是放卡。第2个词读做高架桥，这是一款用桥做的路，用高架拄掉咧，或者是比涂骹较悬，会当下过山坎、河、溪，或者是讲较歹行的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有一句话讲：高以坐，低以跪卡，食饭配猪骹。意思是讲，一个人享受真奢华。阿明阿公毋若是干那安尼尔，你咧高架桥桥骹含人行棋兼食饼，真凉适咧过生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架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架，阁有一个音读做跪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